部年代啊，大外檔啊，紅衣醒目追緊上嚟啊！再見到攝入邊上有和道威，最後200零米，開心宇宙透出啦！外邊紅衣醒目喳喳聲上緊嚟啊！中間位置嘅馬呢，仲有彭越啦，後多層嘅馬仲有精算特殊，入邊和道威，最後100零米，彭越就壓住咗紅衣醒目啊！彭越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啊嘛，係呢隻紅衣醒目啊！第3名呢，好接近喎。和道威、臨門有冇機會過到隻開心宇宙呢？結果今場賽事真係有入片鬥贏啊！咁啊，紅衣醒目始終加磅加程加咗啲配備，一鼓作氣冚咗上嚟，輕磅啲，埋邊慳位啲。結果彭越贏馬，第3名嘅馬呢，和道威追咗上嚟，過唔過到隻開心宇宙啊？好啦，終於都打開呢個勝利之門啊！民家良馬房咁啊，整口馬步線喎，彭越啊，梁家俊，紅衣醒目飛出大外檔啊，追一段嘅。潘頓有第3喎，呢匹和道威入邊第4，開心宇宙。哦，啲攞位好靚啊，和道威，即係呢個第3係靠晒佢。哇！呢一場前4都係啲有3匹都係黃色衫嘅。臨尾再落啲。